後來打來一個人對團出國遊覽，恐驚愛變較貴咯。包括可樂旅遊、甲雄獅旅遊，攏來宣布9月份開始，單一個人對團愛補房間的差價，袂閣安排甲領隊或者是其他人做伙住。安尼甲算算咧，若是到日本耍5天4暝，可能愛加開8000到1萬塊。去到海邊體驗刺激的水上活動，欣賞水景，或者是到新社感受無同款的文化。日本、韓國或者是東南亞，是真濟人出國旅遊的選擇。冇旅客會參加旅行社，不過一個人參加，有的人希望省旅費，會接受配房間。選擇甲同團的旅客或者是領隊帶做伙。不過即馬有旅遊業者宣布，9月開始要調整配房間的規定，擴大旅遊東南亞、日韓等等團體行程。一個人報名第一波房間個人費用的差價，袂閣安排領隊或者是其他旅客配房間。詳細嘛會第定線團體開始，領隊袂閣甲旅客配房，一個人多少的計收費用。放在他的網站上面或者他的報價之前，都是以團體的房價來報價，賣的成團的幾率又少的情況下，把這個成本呢轉嫁到客人的身上，旅行社不會賺到，但是也確保客人的旅遊品質啊。才爭議也比較少，糾紛也比較少。補差價旅費就變濟，旅行社業者預估，若是算5天4暝帶佇咧4000間飯店去日本住的費用，大約會加8000到1萬。若是到東南亞，可能就會加補6000到8000的差價，消費者敢有法度接受？可能現在人應該是多花一點錢都還能接受啦。對啊，如果說價錢先講好的話，基本上都是能接受。5天4夜日本的房費，一天大概加2000到2500這樣子可以接受。2000塊，如果是在旺季的話，應該是可以的。我可能就比較不會考慮這個，就是加價做單人房這種包套的行程，我相對比較能接受，因為我平常睡覺比較不會受噪音打擾，然後跟就是陌生人住同一間房的，就是各種眉眉角角細節沒這麼在意。一天耍耍，登去到房間內，當然是希望會當好好休困。旅遊業者調整配房間規定，就是希望讓旅客有如舒適的旅遊體驗。